好，来继续来看瑞丰甲高东仔的火车，因为崩山，经过10天的抢修，总算是先来恢复到单线双向通车。早起透早5点11分，第一班车为瑞丰通过，经过崩山的路段，伫5点18分顺利来进入到高东仔站。交通部长林佳龙讲，明仔载就会全面来恢复到正常的班次，刷落来卖24小时来监控到奔波的安全。 总算阁有列车对瑞丰驶入去高东仔站。5点18分，交通部长林佳龙嘛伫月台边仔迎接这抢通的第一台列车，代替瑞丰和高东仔12.2的所在，自4号开始发生严重的崩山，代替派1000外人一天24点钟咧顾处理图照。不过伫大风大雨当中，让抢修的作业更加困难。 在我背后的这一块呢，就是经过了10天的抢修之后，目前终于通车的东正线。但是呢，在靠近边坡的内侧的西正线呢，现在还是有一些土石遗留在上面。泰鲁格号伫经过崩山的所在，以时速40公里到达通过。不过抢修现场的涂骹阁有裂缝，公务人员表示，无排除随时阁有可能会崩山，所以架布棚嘛拍224个钢骨，加强安全，而且24点钟拢有人工来监视。同仁是估计了哈，这个应该都是至少1个月以上的时间。那我想也不要给他们压力，好，那大家已经研究出最好的方式，啊，来这个一方面加固边坡，啊，那同时为未来的这个明隧道，好，也能够这个打下基础。短期内是无法开通，那我们后续会经过我们的中期跟后面长期的工程手段来做一个解决。高东仔车站通车的第一天，就派册包啊要到瑞丰读册的小学生，好佳仔刷落来这段路总算袂阁遮长。